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一鸣老师来了，福气来了，健康来了。哦，你看今日一鸣老师带很多东西。好，啊，做乜嘅呢？因为亚海人哈，动辛苦，要动愿望，乜个很多愿望，全部都是山西啊、电脑啊、脸书啊、Line啊，规日的时候安尼弯腰驼背。好，讲挺胸，背囊拿起来，胸打开。大家讲老师，我做冇办法啊，我做一去想办法，我做用冇办法啊，我用的较粗，我做安尼，较粗，我做安尼，吼安尼，用的我做安尼，我做来唔放起来啊，我用我做来唔放起来。老师我低啊，我要低我驼背啊，我做冇办法挺胸啊，我胸做拿唔起来啊，用个山哦，用的咯。好，一鸣老师是设计的哦，其实没一鸣老师设计啦，都印度几千年的历史。头摆啊，都印度啊，嘅瑜伽哈，都印度传过来啊。佢都用动好的方法哈，同人很舒样的，让脊椎恢复到正位。好，故说一鸣老师呢，也还有一个瑜伽带，人头摆有嘛哈，把身呢有把带呢，哈，啊毛咪係大毛巾、长毛巾咪做得，啊用嘅啦，人家用个肩头打开来。好，帮助人两个肩头打开来哈。第二呢，人家哈瑜伽带哈，不用多人肩头哈，不用多人肩头哈，先不用存来，你就想象讲人系人把带哈。相信没有一鸣老师也走哈，迄正经迄同那个瑜伽传承哈，印度学到也学进来哈，老太家教大家哈，因为福喜来的节目哈，嘅制作单位啊，懂用心嘛。这个恩用的老乡亲朋友，好做的健康的，好快乐的活着，好，故说安尼，供养的呢，好带到后背去，来到后背，好，安尼的时候呢，肩头就打开来，身体就张的，好，安尼，好，各位都压后背，安尼交叉，安尼交叉。第二安尼，好，到肩头方，来到后背，安尼，来到后背，各位，抬起来，一鸣老师放起来好啦哈，放起来，较清楚本日就看，放起来咯，哈，放起来安尼，抬起来，好，人家肩头抬起来，不用多咧。好，人家肩头都要哈，也肩头呀，一啲咧哈，凹嘅地方呀，好，安尼抬起来，都要穴位呀，抬起来。好，你抬得啦，你就可以做事情咯，好，就可以挺胸了，安尼你抬起来，不用多咧。好，你就不用多咧。好，安尼，后面你胸脯就抬起来了。好，你做马动作啦，你伸展啦，哈，做扭腰摆臀啦，哈，做吸气，做乜个瑜伽动作啦，哈，做乜个动作，你就唔可以讲弯腰驼背咩，好，你这个安尼，好，你豆腐卡啦，哈，你豆腐卡冇相干啦，你豆腐卡又冇人看到。你都卡一下，乡亲朋友，去前面条把带，去前面条长的手的，去前面条长的布巾呢，你就要安尼。昨天来看一鸣老师的福气来，同一鸣老师向他做瑜伽，向他抬头挺胸，有发现冇？安尼唔会费力哦，唔会吃力。好，安尼起凳啊，起张，后面唔会驼背的，帮助你不弯腰驼背，轻活的方法。安尼，好。安尼方法呢，你抬起来，你书没做在做事情啊，好，你们可以看书啊，可以下诗啊，可以行路啊，好做俩做鸡啊，安尼你就动轻松，至少唔会吃到讲，哎呀，我肩头抬唔起来，我胸带唔起来，你就可以安尼，好，慢慢的感觉，抬头挺胸真好。当你抬头挺胸的时候啊，你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你敢不敢？天空都是蓝色的美丽，好，我们吃到灰蒙蒙的一片。你那个时候讲弯腰驼背，好，你当然就弯腰驼背，你没会心情较负面，好，没会按阳光，没会按正向。正向的能量就是要把你的胸打开，好，安尼，
安尼你就可以做事情啊，你做嘛是动轻松啊。你莫看一美老师做瑜伽做到安尼，当日都卡喊，迄某事情啊都卡好下诗啊，哈看书啊，我们安尼坐定了，好打电脑啦，做嘛该啦，你就用安尼的方法，好帮助你扩胸，好不是浅，又不是费力气，又不是用力，就可以让好抬头挺胸。你们可以老娘呀，肩头呀不用哈。人家是讲哦，安尼敲鼓动严重的人，可以留下肩头，不用后背到位，安尼迄咩较快，有冇？较快，安尼又较快的，安尼发呢，你就会知道有一个限制啊，就会有懂刻意的安尼，安尼，你安尼发就较刺眼，好，也系一个方法，好，就系用瑜伽带哦，好，同样，因为老师搞解到哦，看到哦。一条带耶，好，不用拖肩头呀，好，都压腋下压，好，都腋下压，都压交叉，左片来右片，右片来左片，来过来，安尼，好，然后给缩下来就都压，安尼，好，他床头位你就躺定就可以做事情，好，解开来。也系玉美老师懂推荐的哈，懂推荐的，你假使讲来一下，松一下，来一下，松一下，要做得好，也系第一个方法。好，假使系冇按床的瑜伽绳、瑜伽带，用的呢，还有听嘢方法哈。本来要用较细支的棍的啦，因为临时请冇较细支的棍呢，就用也较太支啦。不过唔是用按太支，用较干嘛呢？手把柄啊，拖把柄啦哈，就用呀，用啊呢，不用个摇的后背，不用个摇的后背用啊，手不用个呀，安尼，好安尼，安尼迄面呀摇的唔会跌下去，降起来，好挺胸，好，安尼时候迄面呀摇的就唔会跌下去咯，胸挺下来，没看到安尼，好不用个呀，哈，行路啊，做事情啊，哈，安尼就等于就做运动了没？好，你就行来行去啊，散步啊，你就变成讲强迫你抬头挺胸，好，也系听嘢方法要动好，非常的好。那你我记得啦，野味哈要师傅爱数转来哦，好，收尾骨哦，要尾骨要尾骨爱数转来，扩胸，安尼，好，也每一个方法。假使呢，还有较细支的。这样棍的哈，迄冇按太极，冇按这么胖啊，还幼的喂，没可以帮到肩头方，好，帮到肩头方安尼没可以帮助你抬头挺胸。其实哈，可能有心冇心啦，你有心哈，做一条个安尼调整哈，乜该工具，唔好看哪一度乜个水管的啦哈，硬的水管的啊，乜该要做得。好，你坐垫没空用啊？你假使讲你都卡坐垫的话，你坐到垫的哈，当容易咩？好，你要假使讲也系硬垫的，坐垫，安尼坐垫看电视，迄面你就发现讲，人胸，好，安尼坐垫看电视，迄面知道，人胸打开来了，好，你就要扩胸，动轻松，好，慢慢的头皮吸气。慢慢头去吐气，好，记得了降筋而舒转来，好，胸打开来。参加这些好平常哈都卡坐垫啊哈，任何时候你有驼背人而调整驼背人，坐垫呀姿势平常的姿势呢，你可以去给注意之外呢，有个棍的啦哈，瑜伽绳、瑜伽带，好就可以帮助你。好，将来呢，假使讲好棍的也得啦，迄毛牛壁，因为也模仿片有一个好壁和天数，你就用啊垫呢。假使讲也垫呢哈，假使讲也垫呢，也系假使讲也系一面墙壁，一个墙壁。你坐垫的时候啊，你变壁的时候有嘛哈？那你坐垫，你大概坐垫系咪做安尼？安尼看电视。好，你坐垫的时候你要变壁，你同样也有一个。抱枕没好啦哈，瑜伽砖啊，抱枕，你就呀，你动作也系变没哈，一面变，你就不用多呀，安尼，
好，安尼坐等呢，迄唔免叫做迄腔样表，收下巴，开胸，好，安尼看电视，安尼就会帮助你抬头挺胸，不驼背。好，你假使讲要迄等的啦，碰灯啦，吼，一面表就安尼天数。好，坐等。然后用一个棍的啦，一个抱枕啦，哈，就本迄冇坐等就安尼。太感人的习惯迄安尼，头摆啊冇练瑜伽咩安尼。自从有练瑜伽以后，会渐提醒自己，也会拿起来，因为安尼法你这样会保护到内脏。蔡玉美老师哈，从来唔会便秘啊。你喺便秘哈，你就讲哈排便不顺畅，你就会重气哈，安尼不等的。好，偏瘦一天胎偏哈。当然要有3通啊，每天有3通，哈，大号、小号，各位流汗，哈，3妹一天要排干净。可是呀，冇点不得呢，抬头挺胸，你不会便秘的，真嘅呢啦。因为一天正常的量都3多，一多还会算便秘哦，哈。我说你要从去改姿势，健康的身体，健康的脊椎，健康的人生，从抬头挺胸开始，从你的坐姿开始，从你的站姿开始。好，我讲，因为老师讲，健康的人生，好，健康的身体，要从那个坐垫开始，起垫开始，不驼背。好，故说假使呢，那呢，好，放起来以后，那走前弯嘛，等你坐垫，要怎样坐1/3，那呢，当官坐垫的就安尼，坐垫安尼变垫的，好，你看压空空啊，会舒爽啊，会弯腰驼背，好，接安尼坐垫的，好，安尼练前弯吐气。好，安尼，迄尾安尼也会来到诶，来开来，有冇？来开来，手表那俩，你们同样可以做在安尼坐垫做前弯，好啊，慢慢的吸气，安尼就等于讲，起垫的时候来一条，好，坐垫的时候有一个垫呢来一条，好，意思是同样的，好，坐垫要同样啊，来一条筋，伸出来，来一条筋，好，来一条筋。你坐垫可以做前弯啊，好，可以做动作啊。任何时候，生活瑜伽生活，乡亲朋友，今日呢，今日所有嘅安尼动作啊、道具啊，全部都搞本乡亲朋友了。坐垫做前弯、做拉筋、做伸展，哈啊，做考脚、髋关节、动头动作。都可以帮助你健康啊！记得老一美老师的话，听起来说，知道要做到，安子说。